聖經導賞團啟示錄4至11章。啟示錄4至11章係啟示錄全書嘅關鍵轉折點。使徒約翰嘅視角從地上教會嘅現實被提升到天上嘅寶座前，親眼目睹宇宙敬拜嘅中心，唔單止揭示咗上帝嘅至高主權同埋聖潔榮耀，更為接落嚟即將喺地上展開嘅七印、七號、七碗、三重審判拉開咗序幕。我哋可以將呢一段經文看作一出三幕劇，清晰地展現咗上帝末後計劃嘅推進。第一幕，天上的敬拜，榮耀嘅寶座與配得嘅羔羊。第二幕，地上的審判，七印逐一揭開，災難與保守並行。第三幕，高潮前的插曲，重申先知使命與終末嘅見證。各章核心要點：第4至5章，天上的敬拜；第4章，敬拜聖父。約翰睇見上帝榮耀嘅寶座、四活物同埋24位長老晝夜不停地敬拜神係聖潔嘅創造主。第5章，敬拜聖子。無人配展開上帝手中記載其計劃嘅書卷，唯有被殺過的羔羊耶穌，因其救贖大功而配得，全宇宙轉移敬拜羔羊。第6至9章，七印審判。前四印，天啟四騎士，帶嚟征服、戰爭、饑荒、死亡。第5印，殉道者的呼求，喺祭壇下嘅殉道者靈魂呼求申冤，上帝賜予白衣，要佢哋安息等候。第6印，天地震動，宇宙嘅災變使世人極度恐懼，試圖躲避上帝與羔羊嘅憤怒。插曲。第7章，喺審判嘅期間，上帝顯明佢嘅保守。144000人，以色列各支派中額上受印嘅屬靈軍隊，無數人群從萬國萬族而來，喺寶座前敬拜嘅得勝聖徒。第7印，第8至9章，揭開之後，天上寂靜，隨即引出更嚴厲嘅7號審判。前6號重創自然界同埋背逆嘅人類，但人仍然唔肯悔改。第10至11章，末世的見證。第10章，小書卷。約翰吃下口甜腹苦嘅小書卷，象徵領受上帝話語係甘甜嘅，但傳講審判信息卻係痛苦嘅。呢一個係教會嘅先知使命。第11章，兩個見證人。兩位大能嘅見證人傳道1260日後被殺，但3日半之後復活升天，向世界彰顯上帝嘅大能。天上宣告，隨着見證人升天，第7號吹響，天上宣告，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。總結，從天上對羔羊嘅敬拜開始，藉由七印審判，包括四騎士、殉道者呼求同埋上帝嘅印記，到兩個見證人復活升天，最終宣告上帝嘅國降臨。反思，末後嘅災難已經發生，包括死亡、戰爭、瘟疫。神讓我哋知道他將快來，我哋要常作準備，等候主嘅再來。我哋喺生活中要禱告警醒，無論喺任何處境都唔會失去盼望，因為主會再來。有啲弟兄姊妹喺極端嘅地區生存，有一啲為主殉道，亦有為主受苦嘅，但我哋仍然唔會失去盼望。耶穌就係那羔羊，會展開書卷，
卻實現咗救恩，成為道成肉身嘅神，與我哋同在，賜俾我哋勇氣為主作見證。佢亦係再嚟嘅王，審判世人以及世界。有極大嘅屬靈爭戰，或有為主殉道的，但我哋要警醒禱告，靠着聖靈多方禱告祈求，亦為眾聖徒代求，讓救恩傳遍全地，等候主嘅再來。